前到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台北钱柜 KTV 大火造成6个人死亡的悲剧，嘛烧出监管处电梯安检有收红包的代志。顶礼拜以60万交保的监管处警员詹华宗拜三中昼失去联络，昨昏伫南湖大桥下骹发现遗体。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哀悼，北检是无要回应。 台北市警管处助理工程员詹华宗，日上班了，中昼离开办公室，甲小姐联络袂到人。23中昼，南湖大桥下发现一具尸体，警方确认身份就是詹华宗，已经明显死亡真久啊。市长郭文哲暗时去慰问家属，表达哀悼。作为事务的同仁啊，我们还是要表达哀悼的。媒体啊，有些过度捕风捉影了。 包括连那个什么总统府的电梯的，或是立法院的电梯，其实这一些跟他是没关的了。因为涉及电梯安检收钱案件，张华宗顶礼拜以60万交保。因为案情重大，和台北市政府及2机构监管处讲，张华宗伫22中昼就请假。中午的时候吃饭时间他就离开了。那下午当然因为说是要去找律师，所以。 同仁们知道他不在，但是也不疑有他。处里面今天早上一大早，大概7点多到8点的时候，曾太太就有到我们处里面去。确实的死亡原因，也个等待警方调查。监管处董事也表示哀悼甲唔甘。他是一个老实人，真的是老实人。在整个事情上，因为他的耳朵不太好，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内向、比较木讷，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他今天这样子做，其实是。 真的心理压力很大。依照刑事诉讼法，被告在侦查期间死亡，将做出无起诉处分。北检对此正记了无回应。台北市政府是强调，代志真相也个需要司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是抓本的进行300元会使换现金的头一天，这些金融机构拢有设一个专门对外柜台。另外，行政院嘛通过纾困3点控，要追加2100亿的预算，要来拼经济。 台湾银行总行早起就设4个换300元的专门柜台来备战，就惊讲要换业者收税必须要维持秩序，啊，毋过早起来柜台敢少少啊几个人。台银表示，长期往来客户，台银嘛会派人去店里来收300元，避免排队点到浪费伤济时间，而且这季度嘛成功达成分流的效果。长期往来的客户，我们也进行这个对外的这个收取啊，营业部呢到现在为止也已经收回500多万的这一个券，因此呢，这一些也都有效的疏解了这一个可能带来的排队的人潮。预计这几天应该是兑换的这个高峰期。早上目前看起来是还不是很多。 300元到7月15开始消费，到业者会当换一个23这天已经超过1礼拜时间。财政部处长黄清华表示，会来换的人偌济，虽然无法度预测，啊，毋过各大银行柜台必要时阵，拢会加开专柜来寻求营用。啊，若是本300元，啊，阁有纾困产业等等的措施，拢阁需要经费。行政院确定通过纾困3点控，追加预算2100亿，受补贴的行业包括制造业、贸易服务业、会展业，啊，阁有国外旅客为主的观光运输等等。而且嘛，新增加对原游戏业的补贴。编列2100亿元，包括防治经费383亿元，纾困振兴经费1717亿元。 用来作为员工薪资以及营运资金的补贴、疫苗研发、采购等等。追加预算各以经济补贴部的1376亿上济，主要用伫咧300元、企业融资贷款保证等等的经费。行政院会23通过了后，会送交立法院来审议。立法院长尤锡坤表示，目前调党团想要伫咧8月中召开第2届临时会来处理追加预算案。记者综合报道。 那昨昏嘛是浪漫客庄旅游馆开放登记的第2天，系统同款是出现故障，客委会嘛宣布讲，要甲活动搁延长2天，会使登记到7月18。也毋过即马中华馆是认为客委会无公平，因为中华馆内的福禄客文化区袂使用这个馆。 客庄旅游馆开放民众登记的第2天，平台还是卡关，甲登录点落了后，过15秒钟才有动静，结果出现的煞是显示错误。客委会推出价值800块的限量客庄券，连续2天拢伫咧透早就故障。
客庄馆的赖口座，伫咧早起8点26分公告讲，请大家暂时莫登记，按算9点进前就会开放。结果到8点55分，按算是无法度解决人数超磅的问题，佮发出公告，请民众等系统测试了后，再过来登记。我女儿是我在旁边观赏，你女儿就是试不进去怎么办？怎么办啊？就不要啊！觉得说就是客委会怎么没有做好准备？你觉得他们从来有做好准备过吗？那可能就要检讨一下了，只一次成功，其他没成功，我就晚一点再弄就好了。客庄馆佫一届出包，一秒钟的流量至少有20万人入来。行政院长苏贞昌23伫咧议会当中，请政委唐凤来斗处理，唐凤下晡去客委会甲因协助。因若客委会原本按算2日结束登记，即马客委会嘛决定延长2天，到28，也就是后礼拜日暗时12点为止。另外嘛改做29才来抽口啊，甲宣布得奖的名单，而且甲登记了后的网页改好较简单，加上降低流量，改善用起来客的情形。因若对客委会表达不满的，还佫有彰化县，为着要甲客家的军员甲基地找倒转来，彰化县埔心乡公所最近这几年才甲客委会争取经费，修复当地的老厝南昌堂，要做推广河洛客文化的场所。因若这波客庄馆下用的点头，彰化县是拢无半径，埔心乡长甲彰化县府拢画无公平。因为我们埔心乡营造这么多客家的景点，我们很热切的希望我们客委会能够振兴我们这些比较偏乡也不算偏乡，算是比较资源贫乏的乡镇，能够挹注更多的一个补助经费。河洛客是去互河洛人同化的客人，就算客委会规定讲客庄馆下用的县市，客人的人口都要超过1/3才会用的。不过彰化人要是认为进行活动，因要是无互重视。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国讲新起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已经完成动物的实验，按算8月中会使进入人体试验。这嘛是咱国内上紧进入人体试验的预防车。另外，代研发的疫苗嘛未进入动物的实验。来看《苹果日报》，由注册会设立运算思维实验教育机构，去年才开始第1学年，目前有14个学生。严格学校已经宣布讲，明年到期就无想要搁办啊。即马家长起批评讲，今年的学费16万，在半官方的学校，哪会使遮尔无负责任？所以学校即马是讲，会向各台北市的教育局搁申请延长1天。来看《自由时报》。健保的财务要调整，检查甲提供的部分负担可能要起价。严格针对34岁以上有家族遗传病史、有高风险有新的负责人，另外提供5000块的补助做检查。去年有43000多人受惠。咱来看详细报道。健保财务情况是愈来愈大，去年亏损337亿，今年第一季嘛已经亏损75亿。即马传出卫福部已经甲行政院报告上新健保费率的方案，按算要甲费率为目前的4.69%调整到5.1%至5.2%，未来调整了后，一年差不多加纳100块。先把明年的一个总额的一个成长率定了之后，然后才会来计算说未来它这个安全准备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在健保会才来决定一个方案。台湾的健保费率伫105年为4.91%调降到4.69%了后，已经有4年无调整啊。伫健保收入逐年伫减少的情形，按算明年健保安全准备金会是伫个半月以下，因为安尼按照健保法的规定来重新调整费率。另外，为健保署的统计嘛，当发现讲，去年健保检验检查的费用申报是达到955亿，占总支出12.5%，药仔的费用嘛有2083亿，占27.2%，拢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嘛有规划要加收慢性病药单的部分负担，为免钱增加到100块或者是200块。嘛拟定检查费用年度上紧绷的限制，初步估计每一个人一年上济是家己负担3500。你在门诊你有做这个像是 CT 电脑断层或磁共振 MRI 或 PET 正子造影的检查，这3项检查其中1项就会到达这个300块的上限。可能要有这样检查这样的项目，或要用什么样的药物的时候，民众其实往往是很难判断说这个东西对自身其实是必要或非必要的。所以我们在医改会的一个立场会比较希望说，其实是强化医病沟通以及民众知情权这一部分。医疗改革基金会认为讲，政府伫咧计划要起健保费，还佫有考虑民众部分负担的时阵，
嘛爱清点敢是有非必要的检查，亲像患者转诊去到另外一间病院，敢是会搁加做一届一模一样的检查，安尼才会当避免浪费医疗资源。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礼拜连续高温烧热，昨昏咱的用电搁创下新高，嘛创下史上用电量上高。那今仔日的天气同款热，咱来看温度。因为今仔日是西南风增强，中国华南附近温暖的空气吹向台湾，台北甲花东拢有机会出现37度，也是38度的高温。尤其大台北地区，因为本地地形加上热岛效应，甚至有可能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其他所在嘛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所以出门在外爱细致。要提醒乡亲，伫顶部、中南部有阵雨，过昼了后，中南部甲各地山区有西北雨，而且有可能会落较大阵的雨。今年热天高温烧热，伫垦丁甲小琉球海迄个漩涡嘛出现白化。学者甲保育团体就烦恼讲，若是继续安尼热落去，袂当热的漩涡白化的状况会愈来愈严重，甚至会死亡。水底下这一丛一丛白化的漩涡，是因为高温造成共生藻离开漩涡。若是温度有降落，共生藻就会恢复回来。但若是天气一直热落去，白化的状况若是继续落去，就会造成漩涡死亡。最近海水的温度大概都高于摄氏28度，因为山土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大概介于20到28度中间。你如果说温度太低或者是太高的话，珊瑚就会有白化的现象。今年热天的连续高温，互垦丁甲小琉球附近的海水的温度升高。景观处甲海生馆最近调查发现，这两处的漩涡拢有白化的现象。中研院研究员嘛发现，东沙岛有部分的漩涡同款有白化的状况，互学者非常的烦恼。台风形成了以后，它会大范围的搅动这个海水，那把深层的这个冷水跟温暖的这个浅水做交换，所以水温就会下降，那就可以解除这个海洋温度过高，那珊瑚大白化。最怕的是说这个南风也不强，就是天气非常好，然后热水就没有办法消散的话呢，这个对于珊瑚白化就很影响。所以小琉球南边有没有跟垦丁的南边有没有面向来的山林呢是最危险。极端气候造成的生态问题，真歹用人工的方式去改善。学者嘛呼吁，也是爱对基本做起。若是每一个人拢会当伫生活中尽量减少碳排放量，嘛会当减轻地球生态的负担。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关心中国安徽受长江甲淮河涨流影响，做大水，灾情真严重。王家坝下水嘛是害水尾咧做大水，有影响20万人。中国甲台已经有27个省咧做大水，那因的主席习近平是无去灾区，颠倒去看农业发展。受到大水冲击，安徽罗江州大围段突然崩堤，正咧协助民众撤离的军人爬落河水内，紧急送医抢救。惊险的1万年，也有一台大型怪手，因为大水侵蚀，土石崩落，被冲入河内。好在在当时无人伫基区内，也因为警方规集，现场人员要求媒体赶紧撤离。差不多，我们好的，撤吧，这里也确实比较危险。然而，公港河地区合肥背西关有社区淹水，维护撤离的2位民众伫大家抢救脱离险境。中国有几个所在陷入大雨灾害，尤其是7月初2以来的特大变雨。安徽省有约400万人受灾，也因为风险形势复杂。安徽正面临长江淮河两山作战、南北相夹的局面。位于河南安徽交界的王家坝，因为水位继续涨，7月20下洪，将近20万亩的农田变成大海，影响4个县市20万人厝拢无啊。到晚上肯定估计今天还要撤离。假不怕晚也就怕那个的，假如要发大水怎么过来？我们还不知道走吗？昨天经过1天焦急的等待呢，我们并没有等到这个正式关闸的命令，而是在今天等到了。经过72点钟的下洪，王家坝总算等到关东门的命令，也不过也被质疑王家坝放水是为了上保护人下保工所，牺牲安徽。中国大水灾害一直传出，自6月以来已经有27个省遭到大水侵蚀，经济损失4800外亿台票。也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到灾区考察，颠倒出现的急令。这次来主要是看庄稼，现在的长势很好，要保护好饼。这是耕地里面的大熊猫。
政府部路面的习近平到吉林茶馆农业发展高个所在拢出日头，对比长江淮河流域，也含伫大水严重灾害，显得特别无协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伫滚价，伫全世界即马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500多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2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咱台湾目前是455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2200多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416万例，巴西超过228万例，印度超过123万例，俄罗斯有79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31万例，英国超过29万例，伫意大利有24万例。全球疫情第2严重的巴西已经超过228万例去活着，因的总统波索纳罗体检第3摆啊，也毋过犹原是阳性。另外，秘鲁的医疗体系已经崩盘，医护人员嘛拢防活着。拉丁美洲即马疫情愈来愈严重。巴西总统波索纳罗第3届的体检也是阳性，等于是爱继续踮伫个官城内底办公。日面对支持者，伊是比出爱心的手势，甲家人摕出来互记者翕相，还佫甲喙暗摕落来咧讲话。巴西伫咧22新增加67860个确诊的病例，佫一届创下512的新高，全国累计确诊要223万人。不过卫生部长说讲，疫情拢伫咧掌握当中，还佫认为讲，即马南半球是寒天，所以确诊的人数才会持续增加。也若秘鲁首都利马北边的蒙阿波，总医社的人员观察是一个一个放入去，秘鲁的医疗系统是已经记载袂调。Les agradecemos porque ellas son las que... Han caído 20 enfermeras, han caído 10 auxiliares de enfermería. No tenemos oxígeno, ya no tenemos cama, ya no tenemos oxígeno. ¿Cómo podemos atender a la población? 健康官员表示，甲3月到6月之间，拢总2万的病例分析完成了后，发现真正死亡人数拢估计了上少。Y a esto, luego del análisis que ha hecho este equipo, vamos a añadir 3.688 personas fallecidas que se integran. 这个负责人看红色棺木豆豆放落，是真唔甘。Dolor que tengo es por perder a mi esposo. Tengo mucho dolor. 伫咧附近也有几个棺木一直跟入去蒙阿波。蒙阿波的工作人员表示，最近逐工拢有30个人至40个人落葬，英国逐工是5个人至10个人。即马大个人日头增加，大个位嘛要无够用，即马敢若会当待较晚咧。也若玻利维亚6月初伊解禁了后，感染的人数是增加6倍。官方日伊表示，确诊的人数累计超过62000人，有2273个人死亡。另外，拉丁美洲甲加勒比海地区33个国家累计确诊超过400万例，要175000人死亡。也若秘鲁、智利甲墨西哥嘛排入去全球10大疫区，拢有超过30万人去活着。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日本，日本有4天的连续假期，也毋过说害武汉肺炎疫情反苦，颠倒愈来愈严重。不管是台北也是东京，拢同款。日本政府即马是呼吁因的民众随梦休假，也毋过也是踮伫厝内较安全。那香港22甲23一日嘛拢新增加100例以上的确定病例。香港政府嘛讲，因的疫情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未来有可能会实施更较严格的防疫措施。香港的公务人员伫厝内办公的规定嘛要延长到8月初2。香港疫情也继续伫咧升悬，连续2天新增加确诊的病例超过100例。港府指出，7月16到22，一礼拜内有543例确诊，其中481例是本土甲相關嘅病例，甲7月初8是明顯壓懸。本地個案或者與本地個案有關嘅個案呢，有207宗。所以睇翻以上嘅數字呢，我哋見到本港嘅疫情仍然係處於上升嘅趨勢。22香港則新增加113例，創下新高。23佫增加118例，其中111例拢是本土病例，包括2個警察、1個入境處的職員、甲醫療輔助隊的隊員等等。另外，有幾個間餐廳的員工確診。喺東華三院鳳亭中學嗰度教書㗎啦。咁佢最後一次返工係7月17號咁樣啦。咁另外我哋都有位警察啦。因應疫情，
香港政府嘛宣布公务员伫咧厝里做工课，延长1礼拜到8月初23开始，强制挂喙暗的范围，由公共交通工具扩大到室内公共空间、甲交通总站，还有搬车的所在等等，拢总14天。因为公立病院的隔离病床使用率超过70%，病院管理局嘛甲李希门度假村的检疫单位改做社区隔离设施，自时启用。我哋都覺得呢個已經係幾有效同埋幾大嘅力度去舒緩醫院嘅二線病房嘅嚇。香港專家建議講，若是本土不明感染源的病例繼續伫咧壓懸，等於是看袂到的傳播鏈伫咧社區內底繼續咧傳，政府愛想辦法追蹤，嘛愛考慮量早宣布禁足令，才會當互疫情轉好。針對這點，食物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未排除會採取更較嚴格的防疫措施，比如講甲商場關起來。不過，針對敢是因為合免檢疫，加做第3波疫情的空芳，是無加講啥。敢若強調講，當局已經加強防疫措施。記者綜合報道。那中國壓倒香港版的國安法，國際社會攏在罵。英國甲澳洲即馬被綁令香港入境的簽證，嚴格北京是威脅講，無要承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也就是 BNO 護照。嚴格英國講，只要是英國政府的 BNO 護照，就是正當的國際證件。港版國安法實施無夠一個月，國際上就真濟譴責嘅聲音。英國首先提出明確嘅方法保護香港人。北京當局認為英國以擴大香港人佇英國嘅居留權，暫停甲香港引渡協議等方法干涉內政。李三也提出反制手段。由於英方違反承諾在先，中方將考慮不承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並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中國並無說明無承認英國國民 BNO 護照的具體內容。英國 BBC 分析，可能代表這個人提有 BNO 護照的香港人無法度去其他國家，未來可能會進一步迫使香港人放棄 BNO 護照。港府也是表態，講全力配合北京當局，也講英國安尼做是政治手段。英國伫咧2日宣布，提 BNO 護照的香港人甲伊外軍的親人，自明年1月開始當申請居留5年。只要提交有夠生活至少6個月在日證明加健康檢測，就當以差不多無條件的方式喺英國生活，唔免通過技術移民考核，也無寫在日標準。未來也可以當申請入籍英國。We want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ut certainly in relation to Hong Kong, and also I would say to Xinjiang, as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 must live up to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it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另外，澳洲甲加拿大也已經暫停甲香港嘅引渡協議，一直互人批評對香港問題點點點嘅德國，總算表態會停止甲香港嘅引渡協議。Deutschland wird auf jeden Fall die Vorschläge, die wir zusammen mit Frankreich gemacht haben, umsetzen. Und das sind Maßnahmen und Entscheidungen, die denen von Großbritannien sehr ähnlich sind. 伫英國訪問嘅德國外交部長馬斯講，就算歐盟其他成員國家無這點行動，德國也會對港版國安法表達不滿。馬斯也提出確定嘅應用措施，包括停止對香港出口特定軍事物資、簡化香港人入境，抑個提供受威脅嘅香港學者、藝術家甲記者獎學金。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咱做伙來看世界。日本的女性雜誌是報講，日本上水的公主26歲的家主公主，傳出當地甲一個留學英國的緣投仔送，兩個人在交惡，兩個人當地行，而且有可能會結婚。來看美國的國務卿蓬佩奧在訪問倫敦的時，有指控 WHO 的秘書長譚德賽早就去予中國收買去啊！啊，那譚德賽隨嗆講。蓬佩奧為沙特阿伯講，這攏唔是事實。來看美國嘅參議院已經通過2021年國防授權法，國會是閣一擺強調美國政府應該落實台灣關係法，嘛建議應該邀請咱台灣去參加環太平洋軍演。鏡頭等下過來關心國安局去年7月份爆發對總統出去訪問的專機出國訪問的時超買免稅分級的案，監察委員經過一檔的調查，提案糾正交通部、外交部、關務署嘛點樣發行，為着拼業績，無按照法律的規定，真惡質。國安局去年7月發生私分案，特權人員趁總統蔡英文出訪，6名特權團購超額的免稅分，總共9797條免稅分。監察院第23通過糾正交通部、外交部加關務署
港委国应承讲，这件私分案严重损害国家形象甲国际声望，点名华航上恶质。条几百条扩大到几千条，越来变成上万条，投机取巧，再加上烟税的这个增加，所以大家都一起，那你可以想见呢，总统真是被害死。没有上机的货品，从所谓的保税仓库拉出来，放到这个总统专机的停机坪上哈，只有特勤人员可以靠近，航警局、关务署的人都不能去管理。国民党认为调查报告有三大错误，包括专案上关键的国安局无被纠正，准监察院长陈局无被约询追究责任，也无担起特困中心的人员。被点名的交通部甲关务署讲，已经检讨改善相关流程。外交部是回应，总统出访案拢照相关办法。专机购物是个人的消费行为，外交部无法多管。这么随行人员的行李检查比较一般旅客。为了贯彻总统指示，未来出访专案的随行人的行李，除了涉及国安机密之外，都必须比照一般的旅客的规定来通关检验这个指示。外交部已经在去年民国108年的9月，跟相关单位我们已经协调，并且完成符合上述指示。特困人员伫飞机边交会，伫马前总统任期1805年3月救援专案就先例。用国宾礼物通关，行李免严放行，男女的来回入境，也互人看到机场国境管制漏空。港委强调，华航的内部主管为了要相关严责，历年甲特困合作，抑阁开设专门的网络有固定位代号，无上限开放买分品。海关是只能靠航空的纸本申报清单，无实际查核，拢有违失。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马祖的海巡队接到报案，讲赴中国的渔船下过界，搁咧偷掠鱼，再甲船顶3个人甲渔船即马拢压起来。海巡人员命令带入这渔船停船。马祖海巡队接到民众通报，有外界带入这渔船，最近伫咧北港的高定海峡放渔网，所以出动多功能 CP 艇加特困人员。23早起6点发现一只带入这无名渔船，挂界作业。派遣新造多功能 CP 艇。联合特勤人员一同出击，利用巡防艇灵活性高、机动性强等特性，在高登西南方0.2海里处发现该艘陆籍无名渔船，立即登检。海巡署讲，这只渔船顶有3位船员，随命令因甲放伫咧沿海的网仔拢收起来，也甲掠到鱼拢弹登去海。袋子不要丢下去啊！你下去就好。海巡艇伫边仔监控。也增派357叶艇协助押解这只无名渔船回港侦办。为了要防范气焰非洲猪瘟等疫情，海巡人员全程拢穿防护装备，并且是卫生局人员对人船做消毒检疫。好，人较细只啊！另外，平湖海巡23也接到2件通报，目前有70几岁混年人急性要求发现爱送鼻鱼。另外，一只渔船敢若是母带鱼仔去夹着渔网，无法度叮当。海巡随派2只船去救，甲民众送医治疗，也甲各种的渔船拖带。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高雄市长补选，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硕士论文用抄的，昨昏李美珍是出面回失的，嘛宣布要放弃学位，不过外界并无准拄煞，继续在批评。论文抄袭风波拖烧几啊天了后，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23早起伫竞选总部拿考拿回失的，伊表示愿意主动放弃中山大学学位，希望重点放伫咧政见。我个人年轻时的不查，造成学术伦理的争议，为了避免此一话题继续的延烧，造成社会的困扰，我郑重宣布。放弃我中山大学在职硕士班的学位。论文刊写抄袭，和李美珍的形象受到伤害。民众党认为国民党应该思考李美珍做候选人的责任性。若是李美珍却认为甲民众党候选人吴益政有部分选票顶他，外界认为论文事件对吴益政有利。我希望市民多看到我们的政策。我常讲出在外面碰到，你说吴议员我支持你。医生，我支持你，是因为你所说、所言、所做支持我，而不是说讨厌那一个人我支持你，还是我喜欢你那个党我支持你。我会很挫折啊。
李美珍放弃学位想要挽救，毋过学校声明讲，即摆法规并无家己放弃的规范，也是依法来审查敢是抄袭。外界嘛传出爱李美珍放弃竞选，对手阵营的陈其迈认为，敢是要退选是个人的选择。那国民党也应该要来调查，说到底这个论文的真伪嘛？既然江启臣主席也是政治学的教授哦，他应该对于这个论文的真伪，他应该有判断的一个能力嘛。去互陈其迈点名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伫面册顶悬破文，认为李美珍已经面对错误，应该对这件代志来探讨高等教育甲在职专班的困境，敢若有解决问题，才会当继续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咱台湾的嘉明湖真水。有人讲这是上帝留伫人间的拿宝石。有10外个爬山界高人，规年冬天无休困，踮遮的山厝仔做管理员，守护山友的安全，嘛看顾自然，用时间用行动写落来因家己的山林故事。然后靠近眼睛的地方有一个撕裂伤，那个必须要缝合。关山下晡单位讲上大雨，造成一名登山客摔甲流血流地。另外，佫一名领队来讲，伊的队员超过时间还袂回来。人甲自然总是不管是互山厝的管理员种种的挑战。不过，嘉明湖步道山厝的管理员唱灵唱好，大种状况拢发到一一百度。我们的山屋管理部分哦，那有一个米亚桑的一个团队，那他们的团队的组成是非常专业，个人认为是国内顶尖的一个高山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组织啦。他们本身成员都是爱好山林的，都是非常专业的登山向导。高官体我的廖文泉是户外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找袂着方向，是甲才少年兄来爬山找家己。担任管理员这5天以来，特别轮班就伫山顶待10天，24点钟待命。对遐无听口劝，互家己徛伫咧山顶的山友，伊想起来是又搁好气又搁好笑。因为消防员讲你8点嘛，暗时到袂了，上紧明仔载，伊敲电话妈讲，妈。我报警啊啦！警察无来救我，叫我今仔暗时啊，等伊想好啦，我可能过袂去啊啦，就开口。阮管理员都行到后壁，阮管理员就听伊口了才过去啊。除了守护山友的安全，这管理员阁负担山林教育的功能。这讲是有要挑战高难度的山K2，外号张伯清的登山家张元迪来主讲。在山屋，然后做一些登山知识基础的分享或者宣导这样子。对，那虽然可能都是很基本的东西，但还是有蛮多人可能不一定会知道。管理员伫游客入来到登山口，带入去山厝啊，也是食饭前、食饭后这个时间，一来解说无分这的山林，人甲欣小拄的守则。另外，嘛鼓励山友协助步道的修理，加派1公斤的沙石仔上山，为步道的维护来尽一份力。真侪人原底干那为着嘉明湖来行这抓，不过因说当甲规片山林的水拢总炸转去。台湾西网西其实逐项有啊，有自然有人文啊。你像我上介意古道就是安尼啊，因为古道有真侪故事啊。古道专家吴冠豪老师伫班的时阵，毋但监测乌熊、目吹水落，登山的经验要换30档，带更较侪人加入山林，是伊一生的志业。10外个登山界高人，全年无休困伫咧关山轮班，就是要做山友上坚强的后盾。记者由金林昆明台东报道。新北市公园寮的毛湖湾最近，互畅水味的游客发现海底有无爆炸炸弹。军方即摆认定有13粒伫海底，目前已经甲这个所在封锁，禁止游客去耍水。伫咧唱水的过程，雄雄发现海床顶悬有新鲜的微爆弹。最近唱水的人伫咧新北市贡寮区的毛湖湾海域，发现海底有若像炸弹的物件。军方速尾确认，水下10几米深的所在，上无有13粒。未爆弹的海床位置就在福联国小的面海正前方，现在这里都设立了告示牌，禁止游客进入戏水。对，因为其实我来这里很多次，然后我就想说，来这里可以玩水，夏天很热嘛，然后
对，没想到就封起来了。我们有带换洗衣物，对，就想说来了，然后好好玩，结果就白带了这样。猫儿渔船外海食海出现未报单，基本嘛拢真惊吓。当地有老大人靠印象来判断，是日战期间美军轰炸日军的插座补给船，沉船了后，船顶的炸弹才对咧沉入海底。潜水课发现到以后，我们问了当地耆老，他已经85岁了，他就跟我讲说：“李长，我在12岁的时候，我的记忆性啊，有那个日本的硬弹船，它是木壳船。”被美军轰炸，然后沉到刚好福联国小外侧那里的海域那边。不过呛水是福联国小的特色生态课程，原本后礼拜要举办的夏令营，可能得看状况，考虑讲要延期。那大概我们了解到要移除的可能性实在是太低了。爆破的话，我们可能就配合做人员的撤离。当地里长指出，居民已经有共识，同意爆破。到时阵来进行路面交通管制，禁止游客入外，还有疏散渔船。不过爆破的日子还佫等待军方公告。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山有海，嘛有好食的果子。咱台湾上大的红龙果产地伫南投的民间，若往来产量嘛是排第2。为着要提升果子的品质，专工比赛量烘焙比赛，要比出上佳好食、佮上健康的红龙果甲往来。有帮助，可以让我们上来比赛的火龙果放伫咧篮仔内底，评审先甲摕起来浸煮甲看伊的鳞皮是毋是有洗了有水有胶纹，再个称重甲切开看肉色盐甜度。口感上面，很多人不敢吃红龙果，是因为它会有一种臭脆味，所以臭脆味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首先要排除掉。另外一边上来比赛的是往来，评审也整理出品质1.1的往来通常有的特色。尽量比较短一点的，这样子它头尾的品质的差异性会比较小，2斤半到3斤这个附近的凤梨，它的品质一般会比较稳定。八卦山台地伊是红土的，以弱酸性土质，非常适合咱往来栽种。甚至一寡农友非常用心，伊个来甲牵水牵咱的深井水来灌溉，所以伊的肉质甲伊的风味非常的稳定。在南投县民间乡火龙果的种植面积是全台湾上大的，往来排第2，一年会当生产4万吨的往来。为了提升火龙果和往来的品质，民间乡农会特别举办量烘焙评鉴比赛，让农民借这个机会交流，也提升种植的品质。因为今年可能是闰4月的关系，其实天气蛮热的，果要做大其实蛮不简单的。这摆得到往来组冠军的人叫吴信贤，火龙果组得到冠军的是洪如泉。民间乡公所和农政单位希望这摆比赛刺激农民以无农药残留为优先，降低生产成本，把品质有起来，通好创造更较大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虽讲医疗发达，也毋过资源的分配无平均，尤其是都市甲庄脚天差咧地。卫生福利部中华病院启动居家的医疗服务，让医护人员去庄脚的厝内看诊，服务甲正周至。详细替患者检查身体状况，但是这毋是伫病院，是医生来到患者厝内。虽然国内医疗发达，但是对行动无方便的重症患者来讲，要去病院的路途就真遥远。若是有医护人员会当来厝内看诊，对患者甲家属来讲，负担减轻不少。个案在不方便自行就医，那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重度居家医疗的一个服务，让我们的医师、我们的护理人员可以到家里来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个案行动不便，像长期卧床，他光是要从床上转移到轮椅，甚至要到医院，其实就是一个大费周章、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那透过这个居家的服务，我们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负担，其实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医疗照护。就像画面中这位身心障碍的蔡先生，大概要带倒伫眠床的妈妈去病院，互医生看，就真无方便。即马申请重度居家医疗了后，毋但便利，嘛互家属安心。外出去看病的话，都要花费很大的体力，还有一些时间。现在今年跟医院申请这个居家医疗以后，就由医师过来这边帮我母亲看病。
中华病院居家护理所指出，重度居家医疗的患者照纳5%的医药费，其他95%拢是健保给付。若有重大伤病卡、福保或者是英明等患者，拢是专业由健保给付。除了重度居家医疗，嘛有一般居家医疗、安宁医疗，总共分做3个阶段。毋那就是分级医疗，嘛替病人带来更较全面的居家医疗服务。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东京奥运延一档，会伫明年7月23举行。咱台湾这边的团体服装昨昏嘛展出来互看，有影规领拢真有台湾味，咱赶紧来看卖。穿中华队伫东京奥运开幕式要入场的衫，展示这束衫的特色。阿嬷王助理李凯头一届展示服装，互大家看，是感觉真紧张。详细看这束衫，深蓝色的西装外套，配白色的9分仔裤，看起来是真素格。咱那外套顶悬的花草甲柳啊，嘛有设计师周如影真有意义的设计甲想法。那窗花其实是台湾，我相信是所有民众的集体回忆。我们在漆器上面可以看到，我用了这玉山的图案，它的侧边呢有6道的彩虹，除了象征奥运5环这个精神，也把我们亚洲平权的概念让大家知道。周如影是台湾第一个登上纽约官方时件服装发布会，也就是登上时装周的设计师。参加评选评鉴的时，把台湾代表性的文化用创意发挥出来。也那入场的衫是选用有台湾专利的永续环保布料。甲回收工业废料，重新搁制作，密翕快搭布料，搁有春秋，真符合选手的需求。设计感也有，然后舒适度也够，然后真的很符合我们选手的需求，就是它非常的有弹性，不管做什么动作都可以。我觉得穿起来就是很干净、很利落啦，对，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这次年轻人去出征。抓着咱的国手郭幸顺，收水的国手王冠宏。甲拍乒乓的头人林文如等等的选手，是从台湾高级定做衫1.1的本国强所设计的几束团服，主要用蓝色、白色、甲红色这3种色水，适合无同款的场合。选手讲，受到疫情的影响，7月24原本应该是奥运爱开幕的日子，加在台湾防疫做了袂歹，还佫会当正常做训练，另外还佫有机会展示服装，互大家看，嘛是袂歹的经验甲学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大鸟金圆圆6月底是生第2胎，不过因为幼囝受伤，所以就要改做用人工来饲奶。台北市立动物园即马已经开始做准备啊，要互因母仔囝团圆。打出世就离开妈妈的鸟鱼仔囝，经过20多天以来，已经是原本的5倍大。园方替伊号一个小名，号做柔柔，20甲伊带去妈妈的产房外口，先将2个微问题的囡仔点悬，互因来片，增加熟悉感觉。加长工则佮家己离诱惑我，伫个产房外口，鸟鱼仔囝若叫妈妈就甲伊钱。过过一天，鸟鱼仔囝身躯是藏熟悉的白色物，妈妈挖过的时阵，用喙轻轻甲伊含咧，佮用头前骹甲伊换掉咧，甲第1胎比起来。婴仔保护囝的模样同款，啊，毋过较宁静。没有出现第1年的时候那种比较哀嚎的那种声音，他的确会过来舔他，可是他的反应是比较平静、比较淡然的。婴仔甲囝抱咧，甲伊指刺激伊放西尿。无仔囝斗阵6点外钟了后，结束第1回合。事尾较日，鸟鱼仔囝的体重有增加，判断应该是有食冷。而且为着要互因2个人做伙，园方会准备做甲真够，佮有做一个分身的红仔，内底放鸡卵，测试婴仔抱囡仔时阵，力头敢会伤过重。主要是小崽受伤的一个风险，再来就是幼崽它的那个温度调控其实机制不是很好，那所以这个室温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上无10个人家己去照顾2只鸟鱼，查某组一天出笼2摆，工作时间较长，查某组24小时轮班。用心来照顾鸟鱼仔囝，唔敢放冷。园方笑讲，大家拢好面，目睭拢变甲鸟鱼同款是乌脸。啊，若是当时柔柔才会当完全转去婴仔身躯边，园方讲爱豆豆来。顶一届婴仔是用6天的时间，即届无排除讲时间会当变短。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看榜镜头来高雄，高雄有一个国校的台语老师，伊名叫做林丽玉，伊发挥创意，做真侪真深色的教具用伫教学，要互囡仔哪算哪学，介意学台语。
高雄内门山区的木沙国小2年囡仔当地复习罗马拼音，这节课因足期待。是爱生。看到老师准备的纸仔台，囡仔目睭拢光起来，想要伊嘛想要回答老师的问题。佮有另外一种纸仔盘，互纸仔伫纸盘内底软蹦空，囡仔嘛算甲足欢喜。这节台语课，老师准备的，还佫有会使学12生锈的转盘，互囡仔等18斗啊学拼音。对囡仔的反应，就会使知影因敢有兴趣。那算的时阵吼，尤其是有竞赛，我要记的，学起来啊。木沙国小的陈老师伫高雄四间国小专门伫教台语，伊利用这个教具，其实拢是这位凤林国小老师林丽玉的创意，而且拢是林丽玉亲手 DIY 做出来的。佚佗物啊，引起因的动机啊，目睭就会紧起来安尼。所以我才会想讲，咱其实拢是囡仔互我的灵感，咱等下想一下讲，到底应该做啥？咧练拼音的时阵，迄会当拼出无共的物件。纸仔台上厉害哦！这8天来，林丽玉老师利用纸批、纸仔、干录这些物件，做成各种教具，连伊查某囝拢来斗3工画图，希望会使补充台语课本的不足。伊发现用这个教具来教囡仔上青分的罗马拼音，因接受度真高，所以伊嘛把这个教具来分享给其他的老师。伊伫台语文教育真用心，伊讲只要囡仔爱着讲台语，伊就是成功。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世界真心实，咱来镜头来去日本。甲咱台湾同款，对7月份开始有真侪新的新制度，亲像伫日本即马塑胶袋爱收钱，还佫伫交通的方面，那超工的恶意共逼车、危险的驾驶人嘛会防罚，还佫有大家真介意哪行哪看手机啊，安尼嘛袂使嘛会防罚钱。伫超商内面介绍的人真多，有人家己传袋仔来装，也有人摕其他店的塑胶袋来装。因为自7月初一开始，伫日本买物件介绍了，若要用塑胶袋装就要收钱。千叶市规矩就伫咧市内超市、超商卖指定用的家庭会当收的塑胶袋装买物件。どうせゴミ袋は買うものだからで。大きいゴミ袋よりちっちゃいゴミ袋で小分けにしてた方が家でも便利は便利なんで。除了塑胶袋收钱，日本的警察厅伫2019年收到超过15000件危险驾驶的检举，比2018年加2000件。所以自6月30开始，要实施新的道路交通修正法，以后若恶意逼车加危险驾驶拢会罚。煽り運転をしている人はいるんだなっていうそういう状況をよく見ます。自分のことだけ考えるんじゃなくて、いろんな人のこと考えながらちょっと走っていただき。新法规定，违法的驾驶相关会处5年的徒刑，也有100万日元以下罚款，并且吊销执照，短期内无法度再考照。日本神奈川大河市自7月初一开始，也加一项新的规定。就是民众伫公共区域行路时阵，袂当额头看荧幕，也袂当伫咧可能会挡到别人或者是车的所在耍手机啊。自転車通学してるんですけど、自転車通学の時に歩きスマホの人とかが結構いると危ないなって思います。所以大河市议会6月时阵提案，25立法通过，7月开始实施，是日本全国第一个禁止一面行路一面看手机的城市。另外，为了要响应减少塑胶的计划，日本无印良品自7月开始，伫全国分店内面实施免费供水机，让民众家己榨干仔来装水，减少塑胶干仔的使用。也佫为了防疫，塑胶的手笼、隔离用的塑胶布、防护面罩拢增加，免来有效减少一次性的塑胶用品。日本政府也佫加想一寡办法。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外太空的火星，今年是真闹热，包括美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中国，拢伫即阵啊用火星甲探测器送去火星，要展开探测的任务。美联社分析，火星探测会赶伫咧今年7月底到8月中升空，是因为若过即个时间点，就要期等2年以上。Planet Earth only gets the opportunity to launch to Mars every 26 months because that's when
Earth and Mars are aligned such that you can cut down on travel time and take the minimum amount of fuel and energy to get there. So this July, August is the 2020 opportunity. 这项名叫做“火星2020”的计划，另外一个新的做法是传一个小型火箭，将装有火星样本的容器送入去火星轨道，交予另外9位的太空船载返来地球。不过，火星的石头样本内面有甚么发现，科学家无法度想乐观。第一遍出现一个火星探测领域，来自中东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并无打算登陆火星，是要研究伊的大气层。If one day humanity decides to put a human in Mars, then that human will have to use different kind of technologies to survive, whether it's related to water, whether it's related to food, whether it's related to renewable energy. This is critical for us to put a human on Mars. 中国这边要参一卡，在几多遍实行加登陆月球成功了，中国的太空团队也会用现有的科技做基础，希望会当一遍就做到设火星轨道登陆，并且伫咧火星表面行的目标。也就是说，绕虎星还要远走着陆，同时像我们月球一样，到虎星表面进行巡视探测。不过，火星有月球部的大气层，也就是讲，探测器要登陆火星，就要先克服伫其大气层所产生的摩擦力量，这也是对中国航太科技的重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的贝加尼湖是世界上上深嘛是上清的淡水湖，不过最近湖底海绵去为着病全变色，要死。研究人员是正烦恼水质受污染会影响自然生态。这绿色敢若死的物件，掉伫咧海底石头顶，用照相啊来拨一个就规拢散开。互人叫做上美的湖的俄罗斯贝加尔湖，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超过3600种的动植物住伫咧遮。不过伫最近湖底有一寡所在海绵因为感染不明的疾病发生变色、强要死去的情形，互人正担心。Мы смотрим, сколько вообще губок, то есть покрытие губками дна. Смотрим, сколько из них больных. 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сбора вот таких образцов больных мы анализируем, какие типы заболеваний преобладают и какие виды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восприимчивы к заболеваниям. 在过去5年，研究人员观察贝加尔湖的生态，发现感染不明疾病的海绵会失去原本的色水。研究人员发现，一个直径无超过5公分的健康海绵，一天27点钟骨1日芳，会能过渡20公升的水。这么伫咧湖内面一寡所在海绵掉边，互因正担心会因此影响由海洋流入去湖内面的水质，佮影响贝加尔湖的自然生态。Не все, конечно же, побережье, но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каменистого побережья Байкала покрыта губками. То сколько воды эти животные пропускают через себя? 一个研究所认为，目前政府应该爱采取严厉措施，暂时禁止游客入去利斯特维扬卡海湾，防止污染更加严重，让大自然有时间会当家己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西南风增强，各地是真烧热。伫东南部鳌头会小风，花莲、台东甲双北有可能会升到38度以上高温。要提醒乡亲，过昼了后，中南部抑个山区会有西北风，嘛会上大雨。出门在外爱细致。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是37度。中部温度上加是27度，上悬36度。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有36度。东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
人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爱伫你的耳康边讲话的芒啊哥哥。今仔日要绍介的汤拖是牛仔。牛仔汉字写做牛仔，罗马字写做歌乌姑啊。姑第一条，啊第二条。台湾英国互人称号做汤拖的王国。糖的种类是真济款，敢若定壳的牛仔，咱平常时啊，常看到的就有金菇、草青牛仔、鹿角菇、煎仔菇、牛屎菇等等。金菇的金是真光、真金骨的意思，无一定是金色的。常看到的有青、红橙色、金的。孔的等等，古早时代囡仔定会甲细条线绑伫金菇的骹，互金菇飞起来，当做放风吹。鹿角菇是囡仔上爱的菇仔，头壳顶有一支长长真有力的角，是汤拖内面看起来上有力的霸王。煎仔菇伊的喙像一对剪仔，嘛有人叫伊煎牛仔、煎柳仔糖。台湾的煎仔菇种类真济，有的体型甲鹿角菇差不多。乌白来。台湾因过饲牛真普遍，所以迄种会用后骹甲牛屎混做一球的牛屎菇，嘛叫做屎金菇，伊就有袂少相关的俗语。亲像捡无牛屎，讲死牛屎菇。就是讲，古早人拢会捡牛屎去行火，有诶家己捡无牛屎通行火，煞奇怪讲是牛屎菇，甲牛屎拢扔登去沼窟内底，这就是讲人代志办无成，煞怪东怪西。另外嘛有俗语讲，牛屎菇舔石棒，就是讲有寡人无想家己诶能力有限，专去冒寡做袂到诶代志。亲像细细只的牛屎菇，煞想要甲足重的石棒挺起来共款，是无可能的代志。柳、牛仔、金菇、草青牛仔、鹿角菇、煎仔菇、捡无牛屎，讲死牛屎菇、牛屎菇挺石棒。我要来世界行行咧，欣赏人物，搁较侪种无同的句仔。今仔日的大讲之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